我以后从别处得到更多财富时，再做供养。通常我在经中所说的财施等以财物做功德，主要是对在家的什么菩萨而言，而出家人唯因修学知足少欲，依靠深山和静寂庙宇，以苦行精进，行持圣道三学极为重要。那么这个来说呢，就修持佛法的方面来说呢，就相当就是以出家中跟在家中有不同的这个修持的这个法门方面的分别。对于一个出家人来说的话，就是自己好好的修持才是最重要。从这个当中呢，就是要放下的部分来说的话，就简单够用，自己就这样是最重要的。就相当就是以苦心精进。这个为什么讲到这边苦心？因为这个苦心也并不是说一个修行人必须得要很苦才是会成就，但这个不是这样的。但是为了修行，在修持的时候呢，就是在整个的环境，相当就是在他在修行的这个环境当中，环境上都是没有什么特别富有的情况下，那么他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他也没有得到太多的富有的这种生活的情况下，也是他要坚持的修下去，这种就是苦心。那么在过去佛陀在六年的苦心当中呢，也并不是说是不需要有其他人供养，因为没有人供养，所以就是变成很苦。没有人供养的情况下，他也没有放弃修行，就是坚持的修下去就成就了。弥勒日巴尊者也是一样，他自己一个人在山上修行的时候呢，他也并不是不需要有人供养他。如果是有人供养他的时候，也是很开心的，很好的。但是没有人供养的时候，他也是继续要修下去的时候，才是修持成就的。所以呢，他就是修的过程当中很苦，到最后他就成就了。因为他成就的原因是不是苦是因为他的坚强，再苦也是修下去，因为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有很多人就有觉得想法，哎呀，出家人为什么要有那么好的衣服啊？出家人为什么要穿那么好的衣服？出家人为什么要吃那么好的饮食的等等这种，这个是不是一个正确的想法呢？不是正确的问题。那他为什么有这个问题？是因为他自己不懂，所以呢，他只是觉得苦行，他就是觉得苦是很有功德。那如果苦很有功德的话，那很多乞丐或者是很多这个战争时代跟战争后的很多地方都是饿死的人，就是无量无数的人。那这些都是会成佛吗？那当然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苦跟修这两个是没有这种的关系。所谓的苦才是会得到成就。如果是修持的过程当中太幸福了，他修持的过程当中太幸福了，所以就不可能会成就。这样去想的话，那是不对的。就这个也不需要拒绝说，特别为了自己的生活，特别的去努力，然后呢，就是要不满足的情况下，今天有一个还要更好的，就这种想法，那这个中间在修的时候，那就是这个是不适合的。但是就什么样子的社会里面，就是要过什么样子的生活。你整个修持的过程当中，你不用饿着肚子，那是最好的。饿着肚子修，是不是说饿肚子就有功德？修是有功德的。那你吃饱肚子修也是有功德。最主要的有没有真正的功德，就是你内心的发心，有没有菩提心才是最重要，是不是苦才是不重要的。所以你穿什么样子的衣服也不重要，你穿的就是名牌衣服，就是一件衣服就是1万元2万元，多少都没有关系。你带一个几百怎么说？你住一个几百万的一个房子也没有关系。你修得好的话，一样的成佛。那你住一个
破破烂烂的一个垃圾堆里面，你不修，整天不修，而且是一直都是羡慕人家的幸福，那你也是成不了佛，以外你也是没有什么解脱的机会。所以这两者呢，就是必须得要分别好，不然有些人，大多数人觉得，哎呀，为什么出家人那么幸福啊？为什么出家人要那么开心啊？甚至我一开始来台湾的时候，有人都是直接说，哎，你们藏传佛教的那些师傅们为什么笑得那么开心啊？那我们为什么笑得不开心？你们藏传佛教的那些师傅们笑得为什么笑得那么开心呀？有时候有笑的，那所以笑得开心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就他开心就他开心嘛，只要是就他开心他可以笑，他不开心不笑也可以，这个没有什么关系的，哎呀。所以这种人呢，就是一直都是有一个想法，修心是要很苦才有功德的那种，这个不是。但是修心要有一个坚定的心，你在幸福的时候也是要修心，坚持下去。你在痛苦的时候也是要修心，要坚持下去。一个出家人中也是一样，出家中的主要的功德是在这里，主要的修行是什么？它并不是说财富是为重要。那么就是除了一些，比如说上师那么就是要带领很多弟子的那些来说的，那也当然也是行一些做那个财布施法布施等等各种各样的，那就是替代弟子嘛，替代怎么说代替或者是那个引导很多的众生。那么就是刚刚的怎么说呢？单单的一个出家人来说呢，自己的主要的任务不是财布施，主要都是法布施有自己修行为重要，这个才是最重要。那这也是有两种，你再辛苦，你也不要说我今天太辛苦了，我肚子都饿，所以不想念经，这个都不行，就一定要坚持下去，就像弥勒日巴尊者一样，佛陀6年的苦行一样。那如果是你有一些金钱你财富什么都不缺，所以你也是不要放下，就是说我不要修了，我现在有钱了，我不要修行了，我不去帮你念经了，不可以这样的，都是一样的，不能有变化。你在好的时候也好好的修，在不好的时候也好好的修。所谓的好与不好，是从我们世间的外表的这个幸福与不幸福，或者好与不好，是什么有钱跟没有钱。这些都是不能动摇的一种心无论这个天下的这个怎么说呢，那个情况变成什么样子，今天天气好的时候也要修心，天气不好的时候也要修心然后在一个环境里面，你的这个怎么说呢，那个一些各种各样的那种政治的变动政策好的时候也要修，政策不好的时候也要修那么在这个社会的这个经济条件好的时候你也要修，不好的时候你也要修，修是最重要的，要有这种的变化。我今天如果是在生病了，没有力气，落在病床上，我也是为一切众生发心要修。我今天就是开心、幸福、圆满、健健康康，我也是要修，为一切众生修所以呢，就是比如说有些僧众那么就今天如果是一个在家的居士，他要修行，请一个僧众，那么在家的居士请来的这个僧众呢，就是你在家的居士，你自己的1个月的薪水里面拿出一点点的钱来供养他那么你就是只有这个1个月的薪水，然后下1个月你没有工作到，也许你没有钱，但是那个时候也许会有存款，但是这个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的，因为他的存款是他的福报，他自己就是怎么去使用，这是他的事情。你今天为我的供养，这个就是你自己的功德跟你自己的福报。因为过去当中修的也不一样，所以现在也是人家是一个修仙人，一个出家众，不需要像你一样的烦恼。第一呢，就是各种各样的家庭的事情、工作的事情、感情的事情、金钱的事情，然后吃的事情、住的事情都不用烦恼，是过去生就已经是不一样的一个福报跟功德。所以这一次当中，你好不容易能够可以供养一个这样的殊胜的对境，是对你来说到就完全是一个非常殊胜的。
那么今天看到一个乞丐一样，你自己都是维持一个人的生活都很困难的时候，你再不是一个乞丐，这并不是说是你们两个的条件有好有差的那个区别。也许那个乞丐他有存款啊，但是你没有存款以外，你就没有工作的话，下一个月你就连房租都交不出来，有可能这样的。但是你要知道啊，这个就是他有存款，或者是我没有存款。但这个不重要，因为就是当下他就是乞丐，你不是乞丐，啊，幸好我就是过去的因缘和福报，不管是有没有钱，我就是不会没有变成乞丐，那下一世我也不要变成乞丐，所以我就把哪怕只有1块钱也拿出来做一下布施，是对的，正确的，好不好？好。有些出家人放弃自己的修行善法，整天去经商、务农等，以欺骗手段和造恶业的方式积累财物，且自认为以此进行上供下施是做功德、修善法，这种做法实际上无有任何实益。如丹巴仁波切所说，若不如法而行法，正法凡成，二取因，所以一切事处唯一知足少欲十分重要啊。那么这个当中来说到，就比如说做怎么说呢？商人就是做怎么说呢？那个做生意啊，那些本身做生意当中呢，就是有讲到，就是使不善当中呢，就是只有那个好像是说，那个杀生等一些以外呢，就好像就使不善当中呢，做生意是已经具备了很多的条件。那么就是欺骗他人啊，就今天就是要他的那个贪心啊。欲念啊，今天我就把这个东西呢，就是自己的东西要买出去的东西呢，就是讲到它只有一点点的功能，它就会讲很多很多的好，相当就是这样的话就是欺骗的行为，然后呢就是而且是要得到好的这个怎么说呢，那个理论的这样的一些贪性等等各种各样的。那尤其是这个是对于一个出家众来说呢，那是肯定就是不适合做的一件事情。那么出家众今天做生意的话，那这个是完完全全就是要为了自己要能够可以得到更多的财富做生意了，那是完全不对的，不如法的。但是僧团的生意，僧团的东西，就像比如说一个怎么说呢，比丘者来说的话，就是比丘者从其他的功德主得来的这些东西，那也是要有僧团管理的一个统一管理的情况下，要有另外一个人帮他处理的。那么比丘者来说的，就连这种的生意都不能做，自己不能做，但是要有其他的人处理的。像比如说一个比丘者有其他的众生供养一些金银珠宝的话，他也是交给僧团管理的人，他会就是统一的会处理这些。所以僧团为了僧团做生意这些来说的话，那就跟这里面讲的就是又不同的。但是一个出家人为了自己的生活，为了自己要有更多的财富，然后去做生意的话，那是不如法的那么在做生意的过程当中赚到一些钱的时候，那以此又做一些大的功德、大的布施跟供养，觉得这个就是做了很了不起的功德，然后又继续可以做生意的话，他做生意的起心动念并不是什么为了做大功德，主要就是为了自己要有更多的财富，然后这样做的时候，有的时候偶尔有一次两次做一些大的功德，也是不算什么真正的功德，所以这也是没有办法，就相当就是他做生意骗人，就是造业的这个罪过跟他做一次两次的功德，这两个轻重来看的话，也是抵不过这个罪过的所以这个方面就是以这样的一个意思。本身呢，就是很多的事情里面做生意是，如果是一个怎么说呢，不好的商人
那平常都是有一种说法嘛，商场就是一个战场，那么所谓战场就是沙场嘛，对不对？所以就当然从实践的语言上来说吧，也是商场是不是什么一个好的一个层面嘛，就是这样的。所以就是尤其是一个心比较没有善良的商人来说呢，那就很严重嘛。所以就是这个是一个出家众，那么就是在进行这种真正的这个怎么是买卖的这样的一些工作的话，那就他就是整天到晚忙这个，然后也没有办法做到什么修行呀，他就是念经呀，什么帮人家做那个超度啊、布施啊等等，甚至他自己在修持的方面都没有办法做到太多的那个机会嘛，因为没有实践嘛。所以呢，就是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出家人来说到不应该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一个出家人来说到好好的修行，那就是有各种各样，就是有利益自己也利益他人的，自利利他的一切的佛心事业，是出家人来说到就是一定要做的事情。但是为了自己的这个今生的利益，然后为了这个自己的今生的这个金钱的利益，然后做生意行商，那就不行的。自尊自恋着扛着